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月4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行政院长赖清德去年底率领所有部会首长来到台南，针对前瞻基础建设进行座谈以后，其中社会局伫优先有利空间的计划，中央已经正式核定补助1亿6000多万，未来3档内将调设15位的公共托育空间，一步一步打造温暖幸福大台南。为了打造多数家长都会感动的友善托婴空间，嘛适合现在0岁到2岁婴幼儿上好的照顾模式，同时可当减轻家长的负担。市府社局去年度向中央提出少子化友善育儿空间的前瞻建设计划以后，现在中央已经正式核定有1亿6000多万的补助款。3档内将伫22个无设立私立托婴中心的行政区开办15处的公共托育家园，估计第一站就选定伫安南区成立。我们过去台南市没有设立大型的公共托婴中心，那我们现在觉得，小型的公共托育家园是比较适合我们台南市的，所以我们极力的争取中央，我们3年内预计要设立15个公共托育家园。那这个家园的好处就是我们在社区那我们找这个可能是学校或者是这个活动中心，那我们来设立这个家园。那过去我们的概念就是可能孩子就是送到保姆那边，可能1对1、1对2的到保姆的家中。那我们现在这个托育家园，所以他不会觉得说比赛适合上午伫嘉义区6里联合活动中心顶场。市府秘书长吴新修也特别出席颁奖，勉励特教学生持续不断的努力，展现生命光彩。教育局主办台南市新兴奖教育协会甲嘉义国中合办的106学年度特殊教育学生在艺比赛，适合伫嘉义区6里联合活动中心顶场，真侪特殊学生展现自我才艺。希望在竞赛当中得到好成绩。市府秘书长吴新修特别出席颁奖，勉励这学生会当继续努力，克服障碍，活出自信。我们都知道，在特教生，其实他在过程当中，尤其是身心障碍的小朋友，要克服非常多的身心的困难，以及在学习上的重重阻碍。那大家呢都愿意付出这么多的心力来协助他们，这就是在教育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台南市新兴奖教育协会为84年到今嘛，累计资助2315人，资助金额超过1700万。协会理事长蒋明娟特别感谢社会上真侪人对新兴奖学生的关心。台南市身心障碍学生教育协会呢，是从84年就在教育界共同发起来成立。那22年来呢，我们所资助的学生已经超过2300个学生。那所发出的这个奖助学金啦，或者是一些补助的经费呢，也超过了1800万。那这是各界我们的所有的学校还有善心人士共同发起的。那有这样子的一个奖助学金的颁发也让我们的这个特教的孩子获得跟社会更多的温暖跟鼓励。那今天也借着这个身心障碍学生才艺竞赛的一个成果发表跟颁奖，来鼓励所有得奖的学校跟学生。教育局表示，借着公开表扬甲颁发奖助学金，实际鼓励新奖学生奋发向上，肯定自我，也响应新奖学生教育协会捐款甲补助，希望借此会当唤起社会大众关怀支持新奖学生的教育工作。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2020年的世界蓝展，虽然台中已经核选为举办的城市，不过台中市长林佳龙会补专工来替市长参选人陈廷辉的幸福体码活动徛台时阵，强调台中要甲台南合办世界蓝展，做伙为台湾的蓝灰产业创造双赢。
市场参选人陈廷辉第4天的献后提名选择对咸水目标出发。会中台中市长林佳龙嘛以台南竞赛以过去立委的同事甲120档好交情，特别到场收听。两个人除了上向祈求党内初选胜利，嘛共同画出2020年世界篮坛台中甲台南共同合办，这会为台湾篮会产业的发展创造双赢。到了2020年的时候啊，廷飞能够以市长的身份。那我那时候也顺利连任嘛是市长的身份一起来透过这个世界篮展，让台中、台南能够双城合作。那我们两人也可以呢同心协力来为台湾的兰花推向到全世界。我相信2020的世界篮展对于台南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虽然不是我们主办，可是我们很感谢我们的林佳龙市长愿意跟台南一起来做合办。我相信我们一定会珍惜这个机会。如果陈廷飞可以跟我们佳龙市长一起来合办这样的一个世界篮展，我相信我们会用所有我们政府的力量，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后壁兰花园区所有厂商的努力。尤其现在世界各国的种子兰花种子，大概都是由我们后壁兰花园区很多的厂商所研发出来的，到世界各国。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技术，我们有这样的科技，我们欠缺的是一个能量。我相信，如果我们有世界篮展这样的能量，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台湾的兰花更加的发光发热。在双城合作的考核当中，参选人陈廷辉摸着乌云顺好的天气，坚持行完今日的行程，一路向所乡亲拜票，争取选民认同。台新闻军事郭国义采访报道。市议员吕维英争取议员连任，上午特别选伫故乡的黄金海岸发表竞选歌曲《维英伫遮》，歌词涌入台南机场、安平古堡、安平金小姐等故事，要用活泼的方式来行销在地，同时也希望得到民众的支持。这首由议员吕维英用1天时间所想的歌词，以及由母校中英中二刘伊老师创作乐曲所完成的竞选歌曲，在上午正式出炉。内容描写着吕维英自细汉在南区的成长环境，以及安平古堡甲金小姐的故事等等，将在地文化背景写伫歌词，希望借着竞选歌曲的放送，来行销南区甲安平的特色。选举方式想要以比较活泼的方式去做呈现，所以这个竞选歌曲的歌词是由我自己写的，里面包括提及到黄金海岸的船屋，包括安平的古迹，还有这个台南的特色的黄金机场。所以呢，我希望借由这一次活泼的呈现，让所有的这个好朋友可以进一步能够了解我们的南区安平区的美，所以不只是在竞选，也可以顺便行销我们的南区跟安平区。我觉得这首歌意境很好，而且是短短1天就想出来，真的是这我叫我花1年也想不出来，太厉害了。那我记得有跟过去那个赖清德的这个竞选主题曲，我觉得其实有不同的意境。赖清德的主题曲是诉求了三民雄鸡、台南雄鸡，那个时候正好是那个台皮嘛的那个风，那现在有因正好是搭上地方的那个风，我觉得其实正好。今天这个船屋改建，那我觉得其实为搭上这样的一个主题，切合地方味又有时尚感，我觉得很好。包括着立委黄伟哲、中英中二校长王昭清等多位贵宾，以及在地乡亲，上午拢来参加着这场竞选歌曲的发表会。这首《维英伫遮》竞选歌曲，为创作和完成录音，大约用了2个月时间。接下来将配合宣传车到每一个大街小巷放送，让更较侪人听到这首歌曲。台新闻正山王子豪采访报道。选举文宣到底爱附加什么物件，才会当吸引选民呢？当然，参选人除了考量成本以外，上界重要也是宣传的效益。有一寡参选人纷纷推出翠暗，这也成为因主要的宣传。因为现主时空气污染严重的关系，使得翠暗文宣品意外热门。
因为空气污染严重，侪机车族过去无挂口罩的，现在拢包甲安安加加出门。当然，除了空气歹，容易过敏，还是处理病保护嘛拢需要。所以，许多参选人因为摕选举文宣的小礼物，可能民众的接受度甲成本，第一个选择就是口罩。至于空气污染的原因，则变加意外热门。口罩也是我们最先开始的。当初口罩其实的发想，是因为大家在想说，烧破头皮说这次选举要做什么东西啊？有人说面纸包啊，面纸包太平常了都大家都有，那就做一个口罩。因为我们突然想到说，你看很多年轻人骑机车都戴个口罩，我想说，那我就问一下口罩多少钱？那正好它的价格也算蛮亲民的，尤其我们大量定制的话，那缺点当然是一次性，那看到这个东西把你撕掉。把口罩拿出来，包装纸撕掉就没了。可是问题是，面纸包何尝不是呢？所以说这个必要之私或必要被丢弃，只要不造成环境问题都好。当年嘛，因为送口罩效果袂歹，这议员参选人拢对咧做，连带造成这工厂拢咧赶工，商机无限。媒体表示，当然可能成本一般拢是大型做细才送，不过平均一般一工嘛拢会送到要1000个。想不到这次因为搭这个空污的议题，口罩变成热销。这个我们现在的前局小屋里面出去现在拿别的这个文宣品，大家拿的意愿就兴趣缺。可是拿口罩哇，大家用排队来抢的，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不能说歪打正着，但是真的是真知灼见。少做500、1000，随便的就是我们主要随便出去都500、1000。当年民众可能因为需要口罩来提文宣，不过毕竟已经达到宣传大新的效果。但新闻管及郭国义采访报道。咱先休困者，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我们常说酒量好或不好，无论好或不好，喝酒应该要有参考值。男性每周不能超过14罐啤酒，或是半瓶多一点点的威士忌。女性适量饮酒的参考值就更少了。过量饮酒绝无好处。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庆祝药师节，台南市药师公会特别安排伫1月14号下晡，伫大湾东百货广场举办正名活动。除了侪表演节目以外，还有药师表扬，甲社区优良药局的受奖颁奖，邀请民众做伙去参与。台南市药师公会为了庆祝1月15号的药师节，特别伫前一天下晡2点半到4点半，伫大湾北广场举办正名活动。全国伫卫生局长陈仪甲副议长郭信良等多位来宾的参与之下，借着记者会来提前宣传这项活动。其实我对药师咱知影这个师字辈呢，就是代表一个专业啦我对大家药师呢多谢伫这个社区内底伊服务的很广，除了咱拄仔咧讲这个专业以外，就帮忙这个卫生局，包括这个台南市政府呢，做做这个公共卫生的代志。这呢是伊加做的一个部分啦咱所知较早咱咧若咧看病，拢知影讲是医生啦。讲着药师呢，较少知影，较少朗上口。所以拢会混为一谈，因为你医生我看看就对咧领药啦，较无讲特别讲咱的药师内底有一个较正统加工出来，好人朗上口的证明这个呢，咱医药分家了以后，药师的重要性和它的地位的名称，事实上是要提升的。我在平时讲，我除了看医生以后，医生就专门看病，我以后来做药师呢，安尼了落实啦。那我们有请美善大宝贝做一个开场表演。
他是一个憨老的人员，所以他本身的经济没有基础，所以我们请他在开场表演以后，然后在我们社区优良药物局的受证颁奖，我们会把所有在那个从事多元药师照护，包括台南市优良社区药局，包括支援行动医院的肌肉药师，做一个颁奖的动作。药师公会表示，早伫咧民国68年，药师法就已经将药师正名，但将近40年来，台湾民众依然习惯称呼药剂师。最基本正名意义，就是要互民众更加认识药师这个职业，更加会当看到因的专业。台新闻站王子豪采访报道。环保局推广绿屋顶节能降温计划，选出综合国小、官田老人养护中心、闽地市政中心等10个所在进行绿屋顶的建立。在去年底陆续启用，得到好评。其中，环保局第2办公室的绿屋顶，因为员工的用心照顾，成为消除压力的好去处。位伫中山路的环保局第2办公室，有一个充满绿意的阳台。有彩虹种蔬果、生态池，也有芳草植物区，非常的水。这就是环保局以身作则规划绿屋顶，不只看起来爽快，而且也可以当兼顾低碳防洪的功能，也互员工有一个休闲之余，会当加一个调节身心的好所在。现在我们有了这个绿屋顶之后呢，同仁之间呢，我们可以去捡一些，比如说香茅啊、薄荷啦、迷迭香呢，我们就可以来冲一壶自然的香草茶。然后呢，除了可以调节我们的工作之余之外，可以让我们的心情更加的放松。然后同仁之间呢，也有一个很好的休息的地方。环保局去年度补助10几位建筑绿屋顶，为了以身作则，伫办公室打造25平方公尺的绿屋顶。不过，伫建筑完成了3档内，申请单位就要负责维护管理。环保局会稽查考核，希望有助永续管理。下班办公闲暇之余，花点时间来这边，大家共同维护一下这个绿屋顶的环境，那这个绿屋顶这个部分，我们平常花的时间其实只需要一点点那同仁在这个部分，他同仁享受到许多这个绿屋顶的这个优点譬如说刚刚我们在那边闲暇之余之后办公的闲暇之余他可以喝这个自己种的草花。绿屋顶它本身它就具有那个节能、降温，还有保水、防洪的效果那下大雨来它因为我们使用的材质它就是有保水功能它会本身雨下来之后，它就是有部分它会由这个绿屋顶去吸收最后达到这个整个防洪的效果。环保局表示，每4平方米的绿屋顶会当产生1栋冷气的冷房效果。根据研究发现，都市厝顶绿化率达到70%以上，都市上空的二氧化碳含量将会下降8成。在这个空气污染的现在，民众伫厝内也会当伫个楼顶架设盆栽，做伙来响应低碳生活。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繁华的府城，就是过去全国金工的大本营。这老师傅展现因一生的智慧，甲家己制作的工具，随着时代演变，拢已经过时。对此，银楼工会20年来尽全力收藏，除了互后代大开眼界，上个主要的，就是要互金工的好手艺传承落去。咱过去这支叫火锤，这个火锤啦伊后顶头一支把火，再一个番仔油，再金放伫遮。安尼分起来金伊就扬，较早是炒金师傅足艰苦的，慢慢演变到用卡达，卡达方来用火锤。已经有70档历史的台南银楼工会，伫前理事长甲所有前辈有计划用心收藏，加上原本有可能变成歹当旧社的金刚器具拢捡回来。
虽然使用甲制作者器具的老师傅拢做先啊，毋过包括纯银所做的ชิ้仔、你看金仔设计的刺金蕉，这是日本时代金刚都安尼参考手册，甚至连过去拍金仔拢爱用吹，使人大开眼界。历史器具拢是见证金刚岁月的历史痕迹。看到这物件吼，真正是有够感动的啦！这较早收藏用20几吨的物件啦，啊，话已经工区已经是有这物件，话无这物件出来啦，因为这已经退流行去啊。啊，退流行啊，这物件变啦，迄老师傅无做了，子孙也无人顶，拢遐角做歹当旧色，遐角的啊。啊嘿哦，啊所以咱才有心去遐收遮，哦，我浪费啊到遮20几吨啊，这20几吨来，所有老师傅伊的物件，我拢当作宝贝，来慢慢收藏，靠这物件呈现出来，互咱在后代子孙哦，后咱囡仔业会当展现咱过去的风华历史。当初金老工会坚持要下一栋透天来永续经营，当然就包括金刚的林树木。现在看起来真正眼光嘛真有价值，去真侪外县市拢来招店。真辈因的辛苦留落来物件，啊有这物件讲起来，因嘛是靠因一个家庭，嘛是拢完全应该是讲一世人拢靠这物件，趁钱，啊来有家庭，嘿饲家，互家庭会当搁较会当较美满，啊生活过了较好。啊你讲人年岁高啊，伊功成身退了。啊了，所以会当留下伊几啊10年来做好的工具，互阮遮后壁的人会当了解讲金刚的历史。啊，希望讲阮即个金刚会当绵延不断，啊会当希望佫有较新的人来参与阮即个金刚的行业，互阮即个金刚会当安尼发扬光大。华华虎城过去就是金刚的全国大本营，所以工会为了延续这份职业，也推出入门课程。今年预计3月开始报名，邀请所有有志对用银、拍四角线等等来学习拍基础、提证照。电新闻本集郭国义采访过的。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节分，有时乌阴底渐雨的天气，温度18度到20度，落雨的几率有60成。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1月4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美泉，咱再会。